近年全球恐怖主義形勢複雜多變，襲擊手法日益繁多。除咗過往一啲有組織而且複雜嘅襲擊外，近年亦有唔少恐怖分子採用較簡單嘅襲擊方式，例如開車撞向人群或用刀施襲等等，對全球安全構成嚴峻威脅。香港作為國際城市，難以避免受到恐怖主義嘅威脅。雖然香港政府一直嚴防恐襲，並不斷加強反恐能力同準備，但公眾亦必須提升對恐怖襲擊嘅應變準備，先能夠有效應對突如其來嘅挑戰。我哋應該點樣保護自己、別人以及保障香港安全呢？喺日常生活中，我哋必須隨時隨地留意唔尋常或者可疑嘅事件、行為或者物件。如發現可疑情況，應立即通知警方。若不幸發生事故，香港特區政府會經電視台、電台、報紙以及互聯網發布最新消息及忠告，使公眾能夠掌握緊急事故嘅資訊，防止謠言散播。首要謹記保持冷靜，咁樣先可以作出合理嘅判斷，減少對自身同周圍嘅人嘅危害。當遇上襲擊嘅時候，要按實際情況採取閃、避、求三大關鍵行動，離開現場，盡快報警求助，以保障自身安全。喺安全情況下，市民可以考慮為傷者進行簡單嘅急救，達到救人自救嘅效果。除咗以上建議，我哋亦借此機會向大家建議一啲面對突發事件應當採取嘅行動，提升大家面對恐襲嘅應變能力，防範於未然。